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时阵，加拿大警方开枪打死1000外者拖细车的狗仔，害因纽特州的原住民生活出问题。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当地时间23正式甲因纽特的族人来回失礼，嘛拨差不多10亿4700万的台票，甲因补偿。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nd all Canadians, I am sorry.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us. 这是加拿大政府第二届为了台细车险的政策，向因纽特原住民族人回失礼。顶一届是2019年，向住伫搁较北边的巴芬岛的族人回失礼。这届回失礼对象是住伫魁北克省北部努纳维克的地区族人。关系北美洲原住民用哈士奇等品种的狗仔来救细车，辅助帕拉掠鱼，这个生活需要的文化起源并无定论。不过，伫北极圈地区已经有8000年的历史。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的报道指出，因纽特族人的生活中正倚靠细车犬，不过唔捌甲狗仔绑起来，所以造成原住民甲白人等其他族群的冲突。加拿大政府伫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期间，下令警方射杀细车犬，致使一因纽特族人生活失去倚靠。原住民族人指出，这个文化冲突伊的背后意义代表欧洲殖民主义者因的骄傲甲偏见，互族人到尾都爱放弃掠鱼拍拉游牧生活，变做甲别人同款的定居民族。加拿大警方伫2006年的调查时认为，这是为了维护大众安全的必要行动，警方无任何疏失。It's going to go some ways to help the people that need the help, especially the elders that are still alive an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families that lost their dogs.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原住民族代表是认为，这唔那是台细车犬。政府强迫因纽特部落迁徙到定居形态社区，让族人离开故乡，放弃传统的生活。魁北克省政府捌伫2011年向卢纳维克地区的族人回失礼，这届是当地原住民头一届得到联邦政府回失礼甲补偿。公司新闻，起家人朋友。